哟，醒了？大清早的，你干什么呀？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帮你好好打扮打扮。突然对我这么好，是不是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哎呀，你想多了。我给你组织了一场粉丝见面会。啊？见之前肯定要打扮一下吧？啊？不信的话，你看外面。真的有好多粉丝，是不是啊？没想到你改邪归正了嘛！就说没骗你嘛。各位看官，您上眼瞧。下面由我来为大家展示貔貅的正确摸法。四不像，你又坑我！一摸貔貅头，鸿运正当头；二摸貔貅背，是背背可封侯；三摸貔貅臀，平步青鸾云。在臀部抓一把，有抓财之意。貔貅无定，不用担心卫生问题哟。你等着，我非吃了你！死不像！你看看，毛都给我摸秃了，屁股上还凉飕飕的。秃得好严重啊！兔爷爷在。他也买了芦绣券，还是双倍的哟。你们都是坏蛋！冷静冷静，当务之急是解决掉毛的问题。别担心，我有办法。神仙特效生发水，神兽也能用。好凉。怎么没反应？是因为太多了，它不可摆着的歌。是不是你把我变成什么样了？我再也不相信你了。我饶不了你。得了，甭伤心了，爷给你剪个超炫的发型。你还会剪毛吗？哎呦，瞧您这话说的。怎么又秃了？再喷点。什么？我要吃了你们两个！有兽小剧场。貔貅哪个部位是不可以摸的呢？貔貅嘴、貔貅背、貔貅臀。回答正确。摸貔貅的正确方法，民间有句俗语：一摸貔貅运程旺盛，再摸貔貅财运滚滚，三摸貔貅平步青云。比较常见的摸法是由耳朵开始，按照前爪、身体、后爪的顺序，最后在屁股处虚空抓一把。但要注意的是，摸貔貅嘴会妨碍吞财，所以不能碰哦。嗨，我还以为是怕被貔貅咬呢。